真正是想无的，咱三个，那个即马拢是一个人啊。所以嘛，知你有拍凤凰电波啦。哦，你老公了，你水球我嘛算小三界的前辈。拜咱奈无爱看图，我就想。俺是不拢讲好，我年纪太大，还是心无礼貌。你小小嘴哦，我借我一千，500啦，500啦。你的手是咧创啥？咱若是朋友，就是互相鼓励、互相安慰啊。我甲即马吼，还阁是孤单一缕花。我刚想要当阿娘，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。你两个紧转啦，用手车来接你。认为事业就是我的一切。甲讨厌讲善变，你一个人有啥代志，煞斗骹手，找我。咱人若果感觉孤单，你就毋是一个孤单的人。6月8号开始，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台语台。